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是来给大炮歌声，节目开始由江丽老师带来一首港口情歌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红的那顶，当时着夜柔柔的音乐声，引我相别离，想起明日要出航，甲海鸟作伴。你要的尊严啊，可你无人知。来悲伤，请你着放心。春天的行春人，随海浪漂流，想起明要出航，大海等我去。那青的海洋啊，就是家己。暗的花边，响起着锣声。不知何苦的船只，杀鸡嘛是土。今夜不管我怎样，真情来何罪？海上的心愿，单调无味。这首就是这个轻松的歌唱美律的演奏，故作就这个港口情歌，米拉多相送。来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进行的节目是咱义大破歌声哈，逐工听到这种好听的歌曲，尤其是拄则老师这首歌曲安尼，这个美乐里吼，这种安尼音乐轻松轻松啊。赞赞赞！我看偌济人甲咱拍扑啊哈！来，已经上线喽，谢谢你们，感谢咱的明福哥哥、金玉阿姐、雪昭大姐、金芬姐啊、sensu哥哥、志玲哥哥，你今仔日搞赞哈！搁阮的美华姐姐、酷酷姐啊，谢谢！哎，文川大哥，谢谢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罗九李大哥好，凯伦、文秀姐姐、芙蓉姐、金刷哥哥啊，咱的啊
徐爸爸、徐妈妈哈。哎，党的你好，焕忠大哥、木华大哥、姚大哥，谢谢恁满满的婆声，拢总有收到，摸到徐大姐好，感谢恁咯吼。来收到，谢谢，讲到吼，这哪呢？这个时间啊，甲阮拍开电视机，锁定咱本台本节目，啊，逐工拢有安那好听的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做陪伴。心情愉快。哦，对，就是保持安尼心情轻松了有人。智慧这言语啊，互咱本身的心智慧增加。系。也咱一个人的时阵呢，上介好的，这个养生的时阵就是啥呢？养咱的这个情绪。哦，养情绪哦。一个人的时阵上介好的养生，绝对毋是讲你早困啦、早起啦，嘛毋是讲就去做这个跑步啦、去走啦、去健身啦，而是啥呢？而是养这个情绪。当咱讲你这个管理袂好你家己本身的情绪啊，一切在养生，拢总是必讲的。哦，老师的意思是讲。迄透早足早爬起啊去运动啦，啊去安尼慢跑啦，如果你情绪若管理无好的时阵，啊其实迄若讲啊，这要照顾你的身体，要互身体变好，嘛是空谈啦，空谈。哦，这个科学的证明讲呢，90%会像这个疾病，是，拢总甲咱人个人这个情绪有关系啦。哈？好。伊报告是咧写呢，伊讲当咱理的时阵，长期拢总处于一款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的状态之下，有拢总200几种啦，200多种的这个疾病，就拢有这个随之而来，这个疾病的定性的这个定性就对。一个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的时阵呢，这个会使讲是比细菌更较会当，更较快速的先甲你杀死。哎呦！所以讲呢，咱伫咧讲的时阵呢，即伫咧讲这个生气就是在生病。你来这受气的时阵呢，就是这个生病的这个意思。破病啦！啊，有人像这个早困啦、早起的人，看起来时阵嘛，精神的时阵嘛，安尼轻轻怣怣，叫做啥？精神恍惚。精神恍惚。对吧？啊，有诶食菜念佛的人伊诶情绪先确实上。有当时嘛会安怎？嘛咧退的呢嘛会失控啦。有影无影？家己本身甲观察看卖啊咧，嘿嘿，真正诶有影哦。啊，有诶先经常时常伫咧做这个跑步啊，伫咧健身啊，但是呢，嘛是这个疾病拢总低薪啊。所以讲呢。这个管理无好，家己自己的这个情绪啊，一切这个养生，拢总是伫咧关，拢总是伫咧行弯路就对了。毋是直路的啦。毋是直路，所以讲人生这世人的是上介重要，这个事情只有一件。倒一件？对，都是爱有会晓甲家己本身的这个情绪，来介做这个相处，好好斗阵。这个情绪爱甲控制，爱甲像这个拿捏的好，安尼刚刚好。是。是安怎讲呢？心情若好，困眠就好啦。对。困眠变好的时阵呢，身体先对变好啦。当然咯。无打紧咯，人际关系先嘛变好啊。成日要看你安尼面臭臭。一切呢，拢会如你所愿。来，就这个一段，这个真重要。来跟咱观众朋友来分享。你若讲今仔工人甲芳龄情绪无好，对无？有当时面臭臭，咧做节目时，对啊，迄唱敢会出来？无可能，对无？若情绪无好的时阵，观众朋友你切着阮即旁时讲，当迄两个当时咧做啥物？是啊，面臭臭，当时要做啥节目？我咧讲人缘就会变歹啊。逐工我爱唱芳龄安尼，逐工安尼来甲唱歌拉曲，讲一寡像这善言佛语，家己本身是个欢笑脸起来。哎呦，赞！情绪是嘛翻好去了，手煞翻巴掌有力了。系啊，有差呢。对。观众朋友，你逐工咧看我的时阵敢有影？有啦，真开心啦3年前嘛安尼，3年了嘛安尼也无较老。你有咧保养啊？
情绪。哎呀，咱有咧保养、咧控制情绪嘛，对不？来，感谢山顶金苗仔坤清哥哥、德旺大哥、蔡大姐哦，金苗仔哈，来，即马呢要来准备雪昭姐好，准备要让观众朋友来点歌，今仔安排6首歌曲，头一首《繁华拢是梦》。一场梦，拢看无你的人，阮的心是夜夜在思恋。情是风中的花丛，起落袂当照希望。阮犹原为你在轻芳。好，来安排第2首歌曲《港边离别》。听着落声响亮，不通相别离。港边离别，港边的送别当中是第3首《望过想你》。犹原是冷冷的暗，异乡的城市，一个人。不知对倒去，徘徊街路边。来，第4首歌曲《海海人生》。人讲这心情含较快活，唔通太认真，想着会惊。第5首哦，招娣。有人自是命中带富贵，落土的时，唔免算白字。来，今仔上尾的一首《心寒》。无情的心肝，受着心的寒。无情的恋，梦随风去，放阮亲像晓日记。好，谢谢哦吼，今麦呢要来准备拍。我有开的，有关了哈。来，今麦准备要来拍开咱的头前的专线电话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哈。来，0800英文8100800815181哦，这是服务专线电话。爱卡阮头前一支83263178326317哦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来，明福哥哥。哇，老大，你今仔第1名呢？恁好，嘿，你昨咧讲过了，我就准备啊吼。哎，是啊是啊。26了。2跟6了。哎，2跟6。平安啦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，谢谢大哥。来，宝丹姐。哎，你好。阿姐，你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第2首。第2首。好的。离别。好的，没问题哦，嘿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哟，翠珠姐。你好。哎，阿姐。加那2跟6。2跟6。2跟6。好好哦，我现在看看。好，谢谢，平安。来，美华姐姐。哎，阿伯妹妹。嗨，酷酷哥。嘿。我恁做节目做无偌久，看到即久恁两个敢有留着？无咧。无留着。酷酷哥嘛相像遮缘投，你嘛相像遮水啊。即马较有笑容。恁节目做偌久，看到即久呢，几年啊？讲话，阿姐，你讲话足实在呢。系啊，嘿，啊，我要听第5首甲第6首。安尼哦。谢谢。啊，谢谢美华姐啊，哈，感谢您啦，哈，安尼。来，姚大哥。2位主持人好，我要听第2首《港边离别》，谢谢。好，无问题。
来尤大嫂，喂，阿美女，有影啦。酷酷姐咧讲啊，讲恁一个美女，一个帅哥，真正有影帅，谢谢。水哥一个缘投安尼。谢谢你们啦，嘿啦，袂歹，靠几啊年啊，靠到这拢嘛知吼。谢谢你啊，我来点海人生甲好，招娣，搁招娣，OK， 好，我写开哦，嘿，好，感谢啦，爱感谢我的爸母啦，交甲咱生啦，生吼，咱这有人缘安尼吼，谢谢你们来，春雄哥哥，有，吼，咱我春雄哥哥吼，足惊我无做的呢，阮大哥，嘿哦，拢安尼甲我支持吼，嘿，嘿，来啦。大哥，马甲怎吼怎起个名啊味。来啊，大哥，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第三，第三啊，好好哦。第三。哟，搁第六哟。三甲六啦。好，无问题哈，我写开哈。好啊，甲我说问好哦嘿，谢谢。来，训练者哦，训练者啊。喂。嘿，啊，训练者换你啊呢？哇，你手讯无好呢。李大姐。喂，阿姐，来，安尼听无哦吼，搁一遍，你搁卡一遍，倒来，台北叶大姐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嗨，今仔要听倒一首歌。第二首。哦。我写开哈。谢谢。好，平安哦吼，谢谢。来，有坤熙哥哥。你好。第几首？我第三首甲第三首。甲第几首？36。哦，3跟6哈。36。无问题哈，谢谢你哦吼，拜拜。哎，你新朋友你好。喂，你好。阿姐哦，要听倒一首歌。嘿，我咧报唱歌吼。哎，对。流浪到台北。流浪到台。阿姐。老师。流浪到台北啊。好。阿姐，等下哦。今日无伫内底啦，你点后壁这几首好不好？先点后壁这几首。袂紧啦，有报出就好啦。好，谢谢吼。安尼今日无法度报啦吼。来，金云姐啊，喂，金云姐你好。是安怎3个6。3跟6哟，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来，谢谢咱的金云姐哦。3跟6。喂，你好，训练姐你好。喂。安尼有听无？安尼有啊，有听啊，好，来，今日要听倒一首歌。甲第三。第几甲第三？第2甲第三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哈。啊，我写开哈，这是阮的文姐哦哈。来，下一位。来，文川大哥。廖大哥。喂，廖大哥。来，玉梅姐。3跟6，两位主持人你好。好，玉梅姐哈，好，谢谢你，感谢。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义明哥哥。哎，我听小年了。嗨。我来点那个南归想你。好。第3首的，谢谢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写开啊哈。来，老师先来安排一首《心寒》哦哈。谢谢大家哦，我过来接一个陈妈妈来。来，陈妈妈你好。嗨，安妮。嗨。安妮。今天想要我听请还有嗨邻居，拜拜。谢谢你，陈妈妈哈。好的哦，咱拄则吼就上线开，出了袂好势，歹势哈。来，再搁卡一遍就好。即摆先来安排这首我做咱这个心寒，先来报告是啥物人点的哈。美华哥哥、崔祖杰、美华姐姐、甲酷酷姐、春雄哥哥，啊，搁有咱这个坤星大哥，啊，金云姐啊。玉梅姐姐所点啊，这首歌《心寒》，帮恁来甲咱献唱，甲恁报告，这首歌就是我做主持的头一首歌，就学这首歌。啊，但学遮久啊，毋知学了有进步无？听看卖你就知哈。来，我过来接一个金兰姐，金兰姐。有。金兰姐，你要听倒一首？我要2分3。2跟3哦。好的，无问题哈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拜拜。
离去，孤单面对行来边，无想要半分点的情。我的爱，我的爱，已经来失去，何必留恋着过去？亲像你一款无价值的心事，我甘愿无爱你。你无情的心肝，予我心的我的爱，我的爱，已经来失去，何必留恋着过去？亲像你一款无价值的心事，我甘愿无爱你。你无情的心肝，予我心的肝。谢谢大家，这首歌曲就是《心正寒》。方你的成名曲，莫讲我的成名曲，这首歌曲真正是我学唱歌的头一首歌啦吼。我以前无咧唱歌啦，嘛袂晓唱。哦，老师讲你当做主持人，哪有迄个袂使无唱歌，都爱学啦。摕这首叫我头一个。你若袂晓唱歌，无嘛忘本的，我袂晓，乐器啊，嘛袂晓。袂晓笨都还佫比像这唱歌较难。来观众朋友讲爱到学啦笨，真正吼，迄乐器啊，我有当时足佩服你的呢。迄安尼一支吉他有法度安尼千变万化安尼吼，迄指法，佫爱想即个谱要安怎行。我咧讲我真经吼是讲，就唱歌含慢嘛，无啦来学一下乐器咧。我真正嘛去买一支萨克斯风呢，俗大支的。吼，我佫买迄种大支，我想讲人大长，我168公分啊，买迄种叫天啦，嗨啊啦，干那弹甲手吼半指熟啦，放弃，真正是放弃吼。好来，所以讲吼，老师咧这大只吉他真正是不简单。即摆佫煞来安排一首《万月想你》，想你，来哟。这首歌曲是咱春雄大哥、金芬姐啊、坤七哥哥、福仁姐、玉梅姐、雨明哥哥、金兰姐也收点的哦。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，谢谢。异乡的城市，一个人不知伫倒去，迈过街路边，一份宽经过日子，拄了想你，怎样来排解心内的虚味？心爱你敢知？的名，热恋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温柔的形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烧酒配孤单，流浪他乡忍受之间的折磨。月的娘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，无缘分做阵行，小国心惊吓。头望月
市，一个人不知伫倒去，徘徊街路边，一份宽情过日子，愈了愈想你，我用来排解心内的气味，心爱你敢知？你的名，热恋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，温柔的耳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烧酒配孤单，流落他乡，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的娘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，无缘分做阵行，伤我心惊吓，掠头望月。是你，你的名，热恋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，温柔的耳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烧酒配孤单，流落他乡，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的娘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。无缘分做阵行，伤我心惊吓，掠头望月想你。一首就是这个俏串小虎，串小虎先生哪唱的歌曲叫做《望月想你》。哎，谢谢好听的歌曲吼，你看嘛，普啊声不断哈。谢谢我们的郭明环大哥，哦，讲大哥都免叫个爸爸啦吼。哎，来感谢你哦，会普啊声哈。叫较少年的。哎，谢谢辽云大哥哈，淑珍节目吼大哥，感谢翠竹姐啊，谢谢文秀大哥大姐，文秀大姐啦哈，谢谢啊咱的李关姐啊，sen树哥哥，咱的玉米啊姐吼。哎，今天哇，咱的林宏哥哥，对，哇，咱的阿宝丹姐、坤星哥哥、志玲哥哥，谢谢坤星哥哥哈，吴江明大哥好，谢谢恁的普话声哈，感谢默默的普话声拢总收到，佳佳哈，感谢你哦吼，我看到了，谢谢咱台北江大哥哈，来，谢谢你们的普话声不断哦哈，剑山哥哥嘛谢谢，来。即马呢，要来2首歌曲了后，咱来先进行到咱即个第2阶段，跟咱观众朋友来互动哦，来动动头脑。你若动动头脑的时阵吼，人才不会老哦，啊，才袂倒退哈。嘿，有真侪时段讲听工人伫咧唱歌，讲哎呦，啊，这首歌足熟悉呢，稍微要想一下，讲啊咧，即马就是要恁想者歌名，你若知电话就甲卡开。啊！恁电话卡开时阵啦，要着的时阵，有一位人客过来送恁物件哈。今仔要送咱石墨烯远红外线的除臭袜，真正是100%除臭的哈。足侪时段讲哦，骹臭啦、流骹汗、臭骹烧的时阵，惊死人，去个人兜鞋仔惊甲毋敢烫。啊，无当然啦，爱烫的时阵吼，较紧的连尾啊拢烫开，先去共照下浴室，较紧些去洗骹，洗的时阵才有法度甲人坐咧。如果你有即种问题，骹臭甲袂片的迄种的，来，即双鞋啊，你一定爱试看卖啊咧吼。来，宽口设计，袂夹骹。下底佫甲加高，无弹紧，佫袂溜骹，伊这就做 Y 字形的吼编织法。你动作佫较大，拢总袂溜骹哦，无弹紧，骹底300粒3D 气垫，会当甲你做脚底按摩，佫会当甲你挂档啊。老师讲的挂 ABS。你若无论什么时间落眠床的时阵，你慢慢行讲去骨倒去。伫厝内底，我咧讲，你一定要穿室内拖鞋。你若无穿室内拖鞋阵，你一定要穿这双鞋啊，因为你骹你若是无穿哦，干那烫只骹伫厝内底，足容易滑倒的哦吼。滑倒就变意外。哎对，意外安尼就是不好了吼，代志都大条啊吼。好来，即马呢2箱送互咱观众朋友哦，来。1箱12块，2箱2400。对啊。来，最好的吼。来哦，准备听歌咯。头首歌曲带来一个国语的歌曲，吼，有7字啦，甲像这个雨有关系。
煞煞啊，好有关系。来，听我吧咧。下着毛毛雨，吹醒一段衷曲，向谁寄去音图？向谁去细数？细雨丝丝，就是我的泪珠。既然乱离去，你又何必当初？窗外下着毛毛雨，心里一段衷曲，难忘记往事，难忘记旧时，仿佛一场梦，梦醒人在何处？窗外依旧是蒙蒙的细雨，窗外依旧是蒙蒙的细雨。谢谢。来，咱这个节目的先是老少咸宜啦，就是讲像这个吼，也有时间通看咱的节目的，无论讲是少年的、中年的，吼，还是讲像这一寡这个聚会的前辈，吼，啊，我拢甲安排，因为这个时段呢，伫2、3点的时阵，拢尽量甲唱这个台语，吼，或者是这个国语的，会从这个老歌为主啊呢。哦，啊，若新的咧，一半底啦，对流行，吼，啊，老歌有感情嘛。中古的时阵嘛，要来甲唱啊呢。好来，所以这题就是中古歌啦。这题运动有超过差不多伫迄个20年啊，20档啊，时间咧过足紧。7字呢？7字哦，你唔好讲4字唔对哦，7字才对哦吼。注意注意，来，喂，你好。好来。嘿，路边不免胆寒，哪通失去希望？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高比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
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、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3分天注定，7分靠自写，爱拼才会赢。这首歌曲的时阵叫做啥物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来甲摇看卖。其实这个歌曲较好摇，吼，今这两块歌拢好摇啦，因为伊歌词内面就有啊，嘿，来。啊，那如果知影的时阵呢，咱的节目专线电话头前这线，吼，来0483263117，甲卡入来邮奖。这2箱酒卖的时阵，无必卖要送你，安尼1箱1200，2箱2400啦。哦，你一通电话当中的时阵，一通电话时才1块银尔，对无？来解哦，处理一下，信息一下，哦，2999块，哎，2000，对，399才对啦。这首歌曲的先叫做《走路跑》啦，哎 ，Don't Run， 哦，这个演奏曲《投机者的演奏曲》。好来，哦，啊，山顶是有人共款，还佫有真济啊，咱来像这个好朋友伫咧摇歌。来，时间的无情啦，毋是你我无缘，节目是真廉洁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嘛是爱甲过一段路。要来甲做一个这个杂志，今日主持呢，要来甲公布歌名。窗外下着蒙蒙雨，心里转中曲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呢？这首歌叫做《蒙蒙细雨忆当年》。毋是蒙蒙细雨啦，减忆当年都毋对啊呢，你点嘛点无啦，吼。来，第2首歌曲，爱拼才会赢，爱拼才会赢。好来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是路平面当寒。来，谢谢大家。安尼吼，咱即摆遮拢摇着，哎呦，外口的吼，你记得无甲放落去。后来还蛮多的哈，因为这2首歌曲真正是，尤其是爱拼才赢这首歌曲，大家几乎拢会晓唱啦哈。好，
老师来安排第3首歌曲，第3首歌曲。啊，好，芳玲呢，甲咱观众朋友吼，今仔甲咱观众朋友就是这啊。有的观众朋友讲，哎呦，芳玲啊，甲江林，你咧头毛，你咧头毛哪会拢安尼吼，碰吼，安尼。足乌金个钱我甲咱观众朋友讲吼，我的头毛吼，逐工拢安尼碰，我已经洗，今天已经第3天。你若如果若讲吼，安尼油到是我碰未起来呢，就是洗了清。有的人讲熬出油，甚至熬出油，无但经过熬落头毛。迄个有当下毛孔阻塞啦，甚至有的毛孔萎缩了，年纪愈侪时，头毛愈来愈少，对无？养发很重要。这你就一定啊，油落的时，就绝对风开骹风飞沙嘛，风飞沙垃圾的当中先就收着煞。对，所以讲吼，你若讲迄哦，迄个毛囊去脱掉，就等于讲伊嘛会发炎嘛。啊，发炎的时阵，我的主色你就是安那下当。迄有的人吼，你挖伊的时阵，伊透早就洗头啊，但是到下晡你挖到伊的时阵，哎哟，迄个味足歹。这嘛是款底期底嘛有问题啦。有一个吼，迄油垢味，吼油膏味啊，足重的哦，迄个爱甲洗互清气。哦，谢谢。啊，我即马呢，甲咱观众朋友来探讨哈，用上介好的、上介科技的哦，嘿，来进广告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健康顾问佩蒂来到现场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佩蒂。佩蒂，顶早你甲咱观众朋友讲这个养发、洗发，吼，佫无担紧吼，佫会当安打入量子。啊，其实咱观众朋友吼，有听敢若听远红外线才知道，啊，什么是量子？来，什么是量子？我先甲大家讲，什么是远红外线哦。之前2-3年前上离婚的一个成分，就是叫做石墨烯。对，吼，比如讲咱的被啦、床单啦、枕头布啦，吼，啊，佫有这衫啦、内衫内裤，袂啊，袜子，远红外拢有迄个什么石墨烯。啊，石墨烯的好处就是伊会释放远红外线。远红外线好处咧，就是讲哦，互咱的身体的循环会变较好诶。对。比如讲吼，你本来骹冷手冷诶，吼，啊，你会发现讲你穿了，其实较循环会较好。对。啊，佫有远红外线的这，嘛，互你一个循环较好，你头较袂戆，困较会落，规个人较有精神，迄个是远红外线的好处。啊，个量子呢，想到21世纪也讲吼是一个最新的科技啦，就是讲吼，伊除了有远红外线了咧，上主要就是讲吼，也综合讲电磁波带给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正离子。正离子，比如说电磁波有啥？你想一下。电磁波有啥？啊个有手机嘛，电视嘛，电脑嘛，这个都有啊。微波炉嘛，电磁炉嘛，其实做侪物件。我你讲观众朋友，正离子是无好的哦，是无好的。咱是爱有负离子哦。对，你看像咱讲有当时啊，咱去森林行行，等下人会较轻松，被吸收负离子，嘿，就是吸收负离子。啊，你啊生活中哦，正离子伤侪，人会忧郁。不开心睡不着，心情会低落。是，所以咧，量子远红外线这个成分就是讲哦，综合电磁波释放出来的正离子，把它降低就对了。所以意思是讲哦，也比石墨烯更较好、更较新的一个科技技术。所以你拄则讲的讲吼，咱若将量子甲拍入去咱这洗发精内底的时阵，咱等于将咱这远红外线就伫头顶，随时随地拢总是咧安怎在养我们的头皮，呢，养我们头皮，让你的头壳会较清呢。所以你其实伫外口足少看到，几乎嘛拢无看到讲吼，咱的洗发精内底抗锐量子这个成分。第一次嘛，所以我们在讲，想到7个月之前。我们首次推出的时候，其实回购率非常高，而且是第一概念，这个没了，那一天就完全没有货了。对，那一天就完全没有货。有影。然后你看哦，问题你讲远红外线，其实外面很多拢讲吼，远红外线呐，跟大家有办法拿出检测报告吗？没有办法。过来讲，我要让大家各位时大你 sale 放心。因为我们这个是真的有通过，就是检测公正单位一个检测，我来对。洗发精内底确实个是有远红外线这个成分，所以你一边的洗头发时阵呢，其实我就是在帮你养你的头皮，用远红外线促进你的循环。啊你讲安尼遮尔好着，无打紧哦，观众朋友啊，阮这吼，咱这个洗发精啊，佫有重金属的检测啦，重金属的检测咯。包括讲吼，无迄种细磷啦，无迄种雌激素这种完全都没有哈。所以讲它不是单纯只是让你洗发洗干净而已哦。所以阮伫外口，其实讲真诶，即摆伫台湾看无。对，好，阮是
第一届就是伫遮啦，真的真的7个月之前在这边。是我们台湾首卖哦。对，目前跟咱嘛，全台湾你嘛跟他底下看。其他半个省里面，阮伫外口咧，一瓶市场价格是1290，哦，1290块，一瓶是500毛。哦，你也是讲吼，咱公洗安尼草会使洗一罐草洗3个月。对。啊，今仔来，两罐爱偌济？两罐就是2580块。2580块，你们等7个月，我好你等的值得哈。是，我直接降1000块给大家。啊，你两罐今仔才是1580块，两罐1580块。佩蒂，你讲互咱可以等较久着，你还搁加码。一定要加码对无？啊，你搁加送者啦。吼，咱这时段吼，有当时楼顶楼骹啊，浴室几落间啊，大家嘛爱一人一罐。敢有讲我今仔我要洗头啊，我搁佩蒂啊，你这罐借偌济？无啦，拢一人爱一罐啦。好，来，我无紧，我较阿莎你。好，今仔你也是电话卡入来，前30个我为个货柜吼，我要外销货，我先甲揪来。我揪30个名额。是，你今仔卡电话入来，前30位我再加赠一罐，我搁加送一罐给大家啦。来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是安尼哦，两罐哦，2罐2580块，对，直接甲你减1000块，今仔配题哦，再加嘛，搁加送一罐，安尼3罐一组甲摕倒转去1580块，你买到是有量子植入的哦，咱的生态养发洗发精哦，会当顾你的头毛，会当长，我跟你讲，可以养你的头发，养你的头皮。啊，若买大组咧，买大组的，照带你讲是。安尼是6罐嘛？对，6瓶。6罐本来是要偌济？3160块。3160块，今仔唔免。6罐你买大组只要3000块就会使。3000块。对，迄尾数拢变啦。一减160块。对。大组爱送，共款那个送，对无？哦，我这无替咱观众朋友争取者袂使啊哈。哦，迄有的时段吼，你像讲做吼，咱这个中立啊，咱迄一个秀美姐啊，秀美姐讲吼，芳龄啦，你洗发精是偌久才要来？你敢知？伊安尼？大概吼，望看卖，伊才听我讲哦，哎呦，臭毛毛，即摆拢总袂安尼，吼，迄油垢味吼完全都没有了，所以讲咱买大组，买大组。好，我来讲，我替咱观众朋友问，你也是买大组的，我加送一罐，我加送一罐，啊，恁干那10个名额，10组尔。10个太少，10个太少了。来，准备卡电话哦，来，不是0800810581，0800815181，今日小组就是3罐，3罐1580块，大组呢就是6再加1，是6再加1 3000块呢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一瓶不到500块呢，你买到量子植入的呢，生态级的养发洗发精呢。来，我即摆准备来敲电话，你左手，你甲咱观众朋友，我开始接电话，你左手甲咱观众朋友回哈。不是，我先讲一个。0800810581啦，电话开始卡我讲话。喂，你好。来，观众朋友啊，0800810581，0800815181，你进前若买过买小组，你今仔改大组的哈。咱这唔是干那 SGS 有，咱这有证明也检验报告尔哈。搁刷了，咱这连欧盟有机认证拢总有。搁刷了专利科技量子远红外线放射率达到0.945，阮这有证书的呢。你即马目前市面上找无讲就是量子生态养发洗发精，你咧洗头毛就在养你的头皮，哦，会出油，会臭味，毛囊阻塞，甚至头毛愈来愈少，愈来愈油的。你甲洗一阵嘛看嘛，即罐若甲洗完的时阵，我咧讲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哪洗头毛哪济呢？明豪哥哥。7罐。喂，明豪哥哥你好。大组一组啦。大组一组吼，哦，若讲阮明豪哥哥来咧甲我买，我咧讲哦，人伊专门咧做头毛呢，吼，好，谢谢你哈，感谢，谢谢大哥，感谢，来。真正用过就知影好哈，0800810581。内行你就知讲好，嘿，专门咧做头毛，你看嘛，会买咱的这个养发洗发精吼，专门咧养你的头发。有真侪时段讲吼，说我讲你要知影讲你有油垢味无来，安尼，闻看嘛，安尼就知影。好，真正是气味。我咧讲，到第3天时阵，绝对拢总无味啊啦吼。而且咱内底佫有一种叫做倒手芳。会当降过咱啊，有咧发炎啊，你毛囊炎这啊，吼，安尼一粒一粒洗做上介好哈。来哦，丽娟姐，喂，丽娟姐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我要大组的。大组，啊，你要洗过啊未？我唔捌。也唔捌吼，好，你大组，感谢你信任我哈，绝对洗一届就掉了呀哈。好，谢谢哈，来感谢。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，你信任芳龄。
你无论是头一遍买也好，第二遍买也好，你买大组的，大组咱今仔日是3000块，一届摕7罐回去。洗头毛你一定爱话一间房间食了，一间浴室爱一罐一罐一罐。啊，咱有诶时大讲者我著洗了足好诶时阵，甲人分丁嘛。囡仔若转来时阵，一人摕2罐。428。我咧讲吼，原底是爱9030块，今仔日你7罐甲摕倒转去诶时阵哦，才偌济啊？3000块。你今仔电话卡通省6000哈。宝燕姐你好。喂，阿姐啊，燕姐你好。要大组的。大组。好，我写。我管路79号。哦，我等下，你等我哈，我会写开，你等下线卡甲你接落去哈，你个来，对了，博管路79号对了哈，来0800815810800800815181哦，伊足温和的，连鞋啊都拢总会使洗，观众朋友啊，伊无刺激性，伊袂互你安怎过度清洁过度，迄有诶时段讲做伊啦。清洁过度的时阵，买落头毛呢，买落头毛呢。来，志清大哥。洗头问敢？对。洗乌哦。洗清气，洗头壳皮清气的吼。来，你等我哈，线卡甲你接落去哦嘿。来，线卡甲大哥接落去。来08008158108008151181哈。哪洗头毛，我咧讲愈来愈用，袂久者啊，着落头毛。袂咧洗头毛的时阵吼，落敢若落水火所在，落甲规暝。你只要甲洗头2遍经过的时阵，你会发觉着讲你的头毛继续用，袂落，较袂落。落水火所在，你绝对看会到的，你绝对要互你非常有感觉的哈。来0800815810800800815181头一罐，咱的洗头毛甲你打亮子，咱的生态级的养发洗发精0800815810800800815181，电话甲卡通，唔爱用过你先买啊，买3罐1580块。大组今仔佫加送1罐，才甲你收3000块尔哈，9000块，即马甲你收3000块，现赚6000块。0800815810800800815181，内底有何首乌，咱拄则大哥讲做何首乌啦，洗头毛较会乌啦，较袂安怎，连伊都白起来。有的人头毛50外岁尔，就白苍苍啊，对不？它会让你的头发反黑，反黑哦哈。好来，谢谢，感谢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线卡，甲你接落去哈，谢谢。来，新朋友啊，哈，感谢。来，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，老师你来准备吼一首歌，我先放您咧，这个时间，但即马，我着规个拢总满线啦，规个拢总满线啦。我咧讲吼，真正观众朋友用过就知啊。来哦，香秀姐姐你好。最好。来，你讲。信用甲品质的保证，咱逐工伫遮的时阵伫咧伴咱咧唱歌娱乐，所介绍的一款物件，绝对袂使牙擦动家己目睭，我甲你讲吼，老师啊，咱有所讲的，拢绝对的信赖，是做这个信用品质保证。我咧讲公司大细哈。对。里外，包括我们的导播，包括阮的接线生，包括工人甲方面，我即马拢该用这组。对。该用这组哈，真正是有够好洗的啦，有够我咧讲吼，洗着有够清气。你洗开的时阵吼，你会感觉讲，你会感觉讲你头壳加足清楚的，足蓬松的。伊即个远红外线会当互咱刺激咱的毛囊，无当紧，伊会当互你吼。增加你的血流量，你的血流数。如果咱观众朋友，这是咱住伫桃园的陈妈妈甲方玲讲，伊本地拢会安怎会头壳疼，疼甲变涩叫。伊讲方玲啊，我自从用这洗了后吼，本地1礼拜吼疼超5天，即马剩超1天尔，无食药哦，伊就干那洗这尔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伊会安怎加强你的血流量，甲你的血流数，就会改善你个杂杂啦、重啦。会疼啦，会涩叫，伊就会甲你改善啦。所以讲这是上介好的哈。来，我即摆来有请观众朋友。感谢。
华姐姐，美华姐啊，熬呢，吼，恭喜你还够较上音乐甲走落去。哎，恭喜你！好的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观众朋友吼，老师你要准备一首歌曲吼，啊，也袂咧啦。等下落节目了后，观众朋友你若有需要帮您工人甲恁做服务的吼，这组你一定要摕到登去。爱改变，我咧讲哦，如果你定定咧落头毛，吼，定定洗袂清气，迄个透早洗，啊，到暗的时阵佫油膏味，安尼就是用了唔对嘛，无适合你嘛，啊，你就甲改变一下就好啊，对无吼？来，线卡电话继续甲恁敲哦，感谢。听着路声响亮，唔通相别离。前途真是希望，充满着光明。他爱鸟唔通多情，开声啼啼哭。也想为伊紧照楚厝旁。甘愿做牺牲。